8月的橫店，日光灼烈得像是要把地面上的每一寸陰影都吞噬殆盡。某座仿名稱建築的影視城內，一場關於初遇的戲碼即將被寫入庫，多年後仍攰被影迷反覆咀嚼的娛樂史冊。那是迪尼熱巴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直面周星馳，不是通過影像資料裏那些被反覆解構的經典鏡頭，不是在頒獎典禮後台上隔着人海遙遙望見的一個模糊側影，而是此刻在片場臨時搭起的遮陽棚下，兩人之間更隔着一像堆滿分鏡手稿和亮透的奶茶杯的摺疊桌。空氣裏浮動着木料被暴曬後散發的焦香，遠處群演們穿着厚重的鎧甲走動時發出沉悶的鐵器碰撞聲，一切都與尋常的影視基地工作日別無二致。直到那句突兀的帶着新疆口音普通話的招呼響起：星爺，我覺得你上一場戲的機位調度有問題。現場至少靜默了5秒鐘，長務手裏抱着的反光板當一聲滑落在地。監視器後面的副導演猛地抬起頭，眼鏡滑到鼻尖也忘了推。所有人都在等周星馳的反應，這位在華語影壇早已封神的人物，向來以片場暴君與天才的雙重面目著稱。他的眉頭幾不可見地動了一下，那是一種很微妙的表情，介於被冒犯的錯愕和突然被勾起的好奇之間。他慢慢放下手裏的劇本，紙帳邊緣被他捏得捲起了毛邊。然後他抬起頭，第一次用正眼打量眼前這個穿着徽服、額角旋沾着因出汗而微翹的假髮鬢角的新疆女孩。她站在那裡，背挺得不直，眼神沒有閃躲，甚至帶着一種近乎天真的一本正經，仿佛剛才退口而出的不是對神壇人物的質疑，而是今天盒飯的雞腿有點鹹這類日常間談。周星馳拎住的那3秒，在後來被無數娛樂小編拆解成慢鏡頭。第1秒是純粹的意外，他已經很多年沒有聽過這樣直白的開場白了。第2秒，他開始在記憶裡檢索，確定自己與面前這位當公小花此前沒有任何交集，不存在舊怨或私交。第3秒，他忽然笑了一下，那個笑容很輕，像是夏日午後湖面上突然被蜻蜓點破的漣漪，稍縱即逝卻真實存在。他說：你講講看。語氣平淡，但現場所有人都聽出了那股子藏得很深的韻味。於是，一場持續了將近40分鐘的即興討論就此展開。迪尼熱巴從自己剛剛完成的那個鏡頭說起，指出前景的群眾演運走位擋住了本該聚焦在主角臉上的自然側光，導致面部輪廓的立體感被削弱。而這一點的直接影響是，觀眾在觀看時佢對主角的情緒捕捉產生0點幾秒的延遲。他的表述方式帶着學院派那種跳分流式的工整，卻又混入了野路指出身材繪在意的實戰細節。周星馳的食指開始無意識地在桌面敲擊，那是他進入深度思考狀態的標誌性動作。這場交鋒的餘波在3天後才真正顯現。當時劇組正在拍攝一場重頭戲，需要迪尼熱巴飾演的女主角在雨中奔跑，並回頭露出一個浮雜的笑容。那個笑既要包含決絕，又要透出釋然。周星馳下秒17跳卡，現場的水泵因為超負荷運轉已經換到第3台，演運的徽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化妝師補妝的手都在發抖。到第18跳時，迪尼熱巴忽然舉手示意暫停，這在周星馳的片場幾乎等同於挑釁，因為所有人都知道星爺喊卡之前誰都不准停是鐵律。但他只是蹲下身，用手指蘸了地上的積水，在青石板上畫了一個潦草的拋物線，然後仰起頭對監視器方向說：如果從這裡開始跑，拐角的地方讓攝影師用跟拍搖臂而不是固定機位，那個回頭的光影會更符合你想要的破碎感。周星馳摘下耳機走過來，低頭看了看地上那條被雨水沖淡了一半的弧線，又看了看渾身濕透卻眼神灼亮的女演員。他蹲下來的動作很慢，膝下發出輕微的咔嗒聲，那是常年高強度工作留下的舊傷。他伸出手指，沿着那條弧線重新描了一片，然後在拋物線的頂端畫了個小圓圈。你想讓情緒在這裡爆發？迪尼熱巴點頭，水滴順着他的髮梢滴落在石板縫裡，迅速被高溫蒸發成看不見的白氣。但是搖臂的速度跟不上演運的爆發力。
周星馳的聲音很平，沒有否定也沒有肯定，像是在自言自語，除非先讓演員提前半拍起跑。迪尼爾巴立刻接話，那就需要副導演在倒數時給出視覺信號，不能用引教，因為聽覺潰滯後。旁邊的工作人員聽得面面相覷，他們聽不懂這些關於物理時差與感官同步的專業推演，但他們看得懂周星馳眼裏的光，那種光。上一次出現還是他在片場跟曼塔爭論一碗麵條該怎麼吃出江湖氣的時候。那場語戲最終按照迪尼爾巴的建議進行了調整，當監視器裏呈現出那個在轉角處被搖臂捕捉到的被雨幕與逆光切割得支離破碎卻又異常飽滿的笑容時，周星馳沒有喊卡，他只是盯着屏幕，直到畫面裏的演員跑出取景框，雨水在鏡頭及上形成水珠，他才低聲碎了句。這跳過了，在場的人都鬆了口氣，但緊接着更讓他們緊張的事情發生了。周星馳讓助理去稱迪尼爾巴到他的休息車上來一趟。那輛黑色的保姆車停在梧桐樹蔭下，車門一關，外面的人完全聽不見裡面的動靜，於是各種猜測開始在片場流竄。有人碎星爺肯定是要教訓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也有人賭實快剪月這是要簽下他做下一部電影的女主角。船友長務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看見助理抱着一籮劇本上了車，那厚度足夠拍3部《大話西遊》。休息車內的真實情況遠比外界預測的要溫和，甚至帶着幾分學術研討會的枯燥。周星馳打開平板電腦，調出一段他10年前拍攝但最終棄用的膠片。問迪尼爾巴能看出什麼問題？畫面裏是一個女人在碼頭送別男人的長鏡頭，沒有任何台詞，只有海鳳把圍巾吹成一面獵獵作響的旗。迪尼爾巴看了2片，月女人的左手一直站着衣角，這個細節如果是設計過的，那她應該有個釋放的節點，但我沒有看到。周星馳把畫面定格在女人轉身的那個瞬間，放大再放大。直到像素開始模糊，他沒有釋放，因為這條膠片之所以被棄用，就是我忽然覺得有些情緒站在手裏比放出去更有力量。迪尼爾巴擰了一下，然後認真地點頭，所以這不是缺陷，是留白。周星馳沒有接話，但從他遞過去的那瓶礦泉水的動作來看，這場關於留白的對話顯然讓他感到了某種久違的共鳴。接下來的半個月裏，類似的對話頻繁地發生在拍攝間隙、午飯時間，甚至是凌晨收工後的回程車上。迪尼爾巴佢拿着自己畫的粗糙的分鏡圖，向周星馳請教關於無厘頭表演中如何安放真實的疼痛感這個問題。周星馳則佢冷不丁地拋出一個電影史上著名的爭議鏡頭，讓迪尼爾巴即興分析導演的潛在意圖。有一回，兩人聊到卓別林的最後一部作品《舞台春秋》，迪尼爾巴忽然說：我覺得你的喜劇裏也藏着同樣的悲憫，只是你用誇張把它包起來了。周星馳咬着吸管沉默了很久，久到迪尼爾巴以為自己說錯了話，他才開口：很多人只看到我的包，看不到裡面的東西。迪尼爾巴回了一句：那是因為他們不想撕開包裝，怕裡面是空的。周星馳忽然笑出聲來，那種笑帶着一種被戳中心事的釋然。他說：你這女孩膽子夠大，敢跟我說這個。這句話後來被媒體反覆引用，成為爾巴現星爺第一面就對了這個說法的注腳。但事實上，周星馳口中的膽子大從來不是只敢於質疑權威或者敢於發表見解。他見過太多在鏡頭前巧言令色的聰明人。他真正看重的是迪尼爾巴身上那種不怕被看見愚鈍的坦誠。在拍攝一場需要女主角表現出極度驚恐的戲時，迪尼爾巴嘗試了3種截然不同的表演方式，每一種都有理論依據，但每一種都差了口氣。周星馳沒有給示範，只是說：你現在害怕雜麼？迪尼爾巴想了想，說他害怕蛇。周星馳就讓道具組拿來一條仿真橡膠蛇。沒有提前通知，直接在開拍時從他頭頂的威亞城上垂下來。那條蛇仿燙着擦過他的鼻尖，他那一瞬間真實的尖叫和生理性的眼淚全部被收進鏡頭，那場戲一跳就過了。
事後迪尼爾巴擦着眼淚說：你這是作弊。周星馳非常坦言，電影本身就是一場合法的作弊，我們騙觀眾那是真的恐懼，但恐懼本身必須是真的。這種近乎殘酷的創作哲學，在迪尼爾巴這裡卻意外地得到了全然的理解與接納。他開始理解周星馳為怎麼繪在片場因為一個道具茶杯的擺放角度不對而大發雷霆，也偵查明白他那些看似跳退的指令背後藏着怎樣精密的情感計算。有一場戲需要迪尼爾巴對着鏡頭吃一碗麵，劇本上只有一句他吃得很滿足。周星馳要求他吃30碗，每一碗都要演出不同的滿足，有餓極了的滿足，有假裝的滿足，有帶着淚的滿足，有疲憊到麻木的滿足。吃到第15碗時，迪尼爾巴的胃開始生理性抗議，但他沒有喊停，只是在每一口咀嚼的間隙調整呼吸的節奏，把那種不得不繼續吞咽的壓抑感巧妙地轉化為角色此刻心境的一部分。周星馳在監視器後面看着，忽然轉頭對編劇說：記下來，這個表情以後寫進我的表演課教案。然而真正讓周星馳徹底改觀的是曬青前夜那場沒有任何台詞的長鏡頭。迪尼爾巴飾演的角色需要站在天台上望着遠方，鏡頭從他的背影緩緩推到側臉，再推到眼部特寫，整整3分鐘，沒有一句對白，只有鳳聲和樓下街道傳嚟的模糊人聲。周星馳原計劃用環境音填滿這段留白，但迪尼爾巴在開拍前忽然跑過來說：能不能讓我自己控制呼吸的節奏？你不要給提示。周星馳挑了挑眉，這是第一次有演員主動要求拿掉導演的現場引導。他同意了，把整個拍攝現場清場到只剩攝影師和自己。那3分鐘裡，迪尼爾巴的呼吸經歷了極其細微卻層次分明的變化，起初是均勻的，像在平復思緒，然後有了一個幾不可聞的停頓，仿佛某個念頭突然擱住了他，接着呼吸變得尖而快，帶着被刺痛後的應激反應，最後又緩緩沉下去，沉到胸腔最底部，用一個幾乎磨聲的嘆息作為收束。監視器上，他的眼睛裡映着遠處樓宇的霓虹燈光，那些光點隨着他呼吸的頻率微微晃動，像是星群在他的瞳孔裡完成了誕生與毀滅的一個輪迴。周星馳沒有喊卡，他讓攝像機一直運轉到膠片好盡，自動停止的機械聲在寂靜的夜裡格外清晰。他摘下耳機，發現自己的手心全是汗。事後他對製片人說：那個鏡頭如果剪掉，這部戲就只剩骨頭未有魂了。而他對迪尼爾巴說的則是：你知不知道，你剛才用3分鐘演完了有些演員一輩子都悟不到的，真正的表演不是做給別人看的，是做給自己信的。迪尼爾巴蹲在地上游着，因為長時間保持同一姿勢而僵硬的角畫，抬起頭來笑：是你教的啊，你越恐懼必須是真的，那平靜也必須是自己的，不能是借來的。曬青宴上，周星馳破例喝了2杯紅酒，臉色泛着微醺的紅。他端着杯子走到迪尼爾巴那桌，全場的目光都跟隨着他的腳步，酒杯相碰時發出的脆響像是一個宣言。他說：我拍了這麼多年戲，演過很多有天賦的演員，也演過很多努力的演員，但很少演到既敢質疑我，又能讓我質疑自己的人。迪尼爾巴站起來，杯子舉得很穩，那是因為你願意讓一個後輩看見你的質疑。你如果不松口，我怎麼都看不見。周星馳拍了拍他的肩膀，力度不輕不重，像師長也像對手，好好拍戲，別讓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把眼睛蒙住了。這句話他說得很輕，但在場的人都聽出了分量。隨後的日子裡，這段初現即交鋒的軼事被媒體挖掘出來，經過層層傳播與解構，漸漸演變成不同版本的故事。有人盛讚迪尼爾巴是新生代演員的標杆，有人質疑這是團隊精心策劃的營銷手段，船有人以專業影評人的姿態分析周星馳近年來選角標準的變化，試圖從中找到某種行業趨勢的印喻。熱搜榜單上，爾巴星爺對視3秒的話題閱讀量在48小時內突破了5億，評論歐里粉絲如路人撐炒不休，有人翻出迪尼爾巴早年參加選秀時的視頻，
試圖證明他天生膽大。也有人截取周星馳在其他場合的訪談片段，論證他向嚟欣賞有個性的晚輩。信息的泡沫在虛擬空間裏越吹越大，真相被裹挾在流量如情緒的洪流中，漸漸模糊了最初的輪廓。但真實的那個下午，其實原沒有外界渲染的那般戲劇化，沒有針鋒相對的冷眼，沒有拍案叫絕的逆轉，有的只是一個衝業數十年的創作者與一個正當成年的表演者之間，關於光影與呼吸的一次有效溝通。周星馳那拎住的3秒鐘裏，心裏閃過的念頭，後來被他自己在某次納步研討會上輕描淡寫地提起。我拎住是因為他的問題問對了，那確實是我上一場揮未處理好的瑕疵，但我在等，又沒有人敢指出來，等了2天，只有他越了。而迪尼爾巴在後來接受電影藝術雜誌專訪時，被問及當天是否緊張，他的回答非常坦誠，緊張到手指在發抖，但我更怕因為害怕犯錯而錯過真正有效的交流，那比閱立話更讓我後悔。如今當這場關於初遇的敘事已經被貼上各種標籤，成為娛樂版面上有一個可以被快速消費的話題時，或許我們更應該退後一步，把目光從那些被截取的瞬間和放大的表情上移開，去看一看那個更寬闊的底色。在影視工業化流程日益精密、數據與算法開始三如血擦創作的今天，一個資深導演與一個年輕演員之間，誰能因為一場純粹的專業對話而產生真實的化學反應？這本身便是值得珍視的景觀。它提醒我們，無論技術如何迭代，媒介如何變遷，創作的核心始終是人與人之間那種無法被量化的理解、碰撞與信任。迪尼爾巴的膽子大，不在於他挑戰了權威，而在於他敢於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現場交付真實的自己。周星馳的拎住也不在於他被冒犯後的愕然，而在於他依然保有對真誠質疑的敏感與尊重。娛樂圈的敘事往往喜歡製造對立與反轉，喜歡將複雜的互動簡化為一戰成名或一鳴驚人的爽文模板，但真實的人與人的關係從來都是蜿蜒曲折的河流，既有激流險灘，也有靜水深流。迪尼爾巴與周星馳之間的這次交集，不過是這條長河中一朵偶然煎起的浪花。他之所以被記住，不是因為他改變了怎麼宏大的走向，而是因為他映照出了某種樸素的，在任何行業都的用的通則。真正的專業精神，永遠不會排斥來自任何方向的合理質疑。真正的成長，也從來不是單方面的仰望或俯就，而是在相互凝視中，各自看見自己的鏡中倒影。當我們站在2026年的夏日回望那個2024年橫店的午後，遮蔽在過度解構與情緒投射之下的，其實是一幅非常簡樸的工作畫面。一個想拍好戲的人遇到了一個想演好戲的人，他們用彼此都能聽懂的語言聊了一個關於鏡頭的小小的技術問題。那個問題後來有沒有被解決，鏡頭最後呈現在成片裏是否完美，其實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那個瞬間，兩個人都沒有把對方當作標籤、符號或流量數據，而是當作一個可以用專業對等交流的同行者。這種平等而純粹的相遇，在光環與濾鏡包裹的行業裡，像是一塊未被雕琢的璞玉。它的價值不在於被多少人看見，而在於它確實存在過。至於我們這些站在屏幕之外的觀看者，或許可以學着把吃瓜的姿態放緩一些。不必急於站隊，不必沉溺於誰征服了誰的勝負想象，也不必為偶然的一次專業互動附加太多承載不起的意義。周星馳依然是那個在創作上孤絕又固執的周星馳，迪尼爾巴依然是那個在表演路上持續探索的迪尼爾巴。他們的人生不會因為這3秒的對視而徹底轉向，但正是這些微不足道又意味深長的瞬間，構成了電影史乃至文化史上那些真正值得回味的注腳。平靜地看待每一次相遇，理性地理解每一次碰撞，把舞台還給作品，把思考留給自己。當我們不再需要用對或錯、贏或輸來度量人與人之間的每一次交流時，或許我們才能真正看見那些被閃光燈遮蔽的、足於創作本身的光亮。那光亮並不刺眼，不足以照亮整個行業的夜空，
但它足夠溫暖，像橫掂片牆那個午後從遮陽棚縫隙裏漏下的一小片陽光，恰好落在兩人中間那杯已經涼透的奶茶上，折射出一道很短很尖的彩虹，然後很快消失在不斷移動的日影裏。他來過就夠了。